来乡亲啊，继续来到台湾尾来看屏东县长的选举，由民进党的周春美来当选，赢国民党的苏清泉赢大约11000票。也毋过苏清泉质疑，这个选票的计算有错误，再去甲法院申请验票。苏清泉讲，这整个开票的过程有欠点，而且真侪疑点。除了开票开1万之外，这个中选会所公布的选举人数，各疑似出现3种的版本。为着要了解真相，嘛为着要互支持者一个交代，所以行法律来申请验票。代表国民党参选屏东县长的苏清泉和团队议员律师做伙来到屏东地院提出诉求。开票的过程中，也没有很清楚的秀给百姓，一片乱哄哄。如果空白票多，那就让人家怀疑会不会作弊啦。好，我们开了5个小时还没开完，而且中间停顿。一下子20分钟，一下子半小时。因为规个开票过程真侪疑点，佮有缺失，除了开票1万以外，中选会公布的选举人数，佮敢若出现3种版本。朱金姐大型选举已经输了2次，不是输不起，是不怕输。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要的是希望这个选举不是用抢的，不是用偷的，我们要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屏东县长。民进党这次输成这个样子，党主席都下台了，不要再隐瞒，不要再有所保留。决定袂吞论要徛出来，其实人赢即摆的大动作，都是因为屏东这个邦岛绿地险物风变作那天，得票率差无济。周春美摕到217537票，得票率是49.09%。苏清泉是206460票，得票率46.59%。差距如果在3/1000以内呢，我们才有行政验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尊重当事人的他的做法，等法院的一个通知。虽然申请验票过程手续真复杂，不过为着要予支持者一个交代，佮有守护家己的权利，这条路就算真困难，苏清泉和团队嘛会争取到底。